咁最近澳門咧多咗一個好多網紅打卡嘅 IP 勝地，咁今日我就講下呢個區域咧有7個商鋪同埋地皮咧係10月20號將會招標競投拍賣嘅。如果你想喺競投拍賣咧執到平嘢嘅話咧，我建議你可以睇呢條片。片尾咧我會講晒成個嘅拍賣流程。咁而家咧我先講咗每一個物業嘅位置同埋競投嘅底價，咁係咪有利可圖先？首先大家望下咧，第一個係一個全棟連埋土地嘅一個物業，咁喺白馬巷行上去咧就應該2-3分鐘。咁佔地係1453尺，咁重建幾多咧？我就唔喺呢度多講。競投嘅底價就980。咁咧上2個月咧522尺賣咗一個土地啦，成交價400尾嘅。咁呢一幅咧面積係大近3倍啦，做樓梯電梯都會比較好用嘅。咁估計競投出價嘅咧都要進取一啲。第二個係星美大廈地下 D 座，競投底價咧係3095蚊尺嘅啫。咁面積咧有成1500幾尺，咁都只係478。咁論尺價門闊，亦有車位到咧，距離幾個博物館都係幾分鐘咧，應該都係唔錯嘅呢個。咁第三個咧，係愛德樓地下 A 呢一間咧，我自己覺得應該係今次成批貨之中最正㗎啦，3868蚊尺，咁面積有1385尺，咁競投底價都係535。咁但我建議大家出標嘅時候要大膽少少啦，你唔好睇個門口咁多違泊車位啊，6個鋪之中咧係得呢一間係石仔路葡國村，咁距離大家見到平時搞活動啊、立 bobo 啊嗰啲咧都喺呢間鋪嘅行過去應該10零20秒嘅步行距離嘅啫。做手信做特色店賣咩都幾好㗎。第4間咧就呢間華賓大廈係一個網紅葡國菜，book位都容易㗎，收緊22000蚊租，4311蚊尺，面積1299尺，總價嘅競投係560。第5間咧就係一樣係華賓大廈 B 座，4288，面積1133，競投底價485。第6間咧景城大廈地下 B， 4227蚊尺，面積1159，競投底價489。第7間嘅百德大廈地下 B 座，每尺就係3683，面積1276，競投底價487。睇完競拍底價咧，相信大家都相當心動㗎啦，因為過去呢個區域咧，大家都知價嘅，都係7000蚊尺到12000蚊尺左右啦。而家講下競投方式啦，呢7個物業嘅競投時間係11月20號以暗標方式，價高者得嘅，即係話你出高個底價以上咧，最高嘅價錢咧就會賣俾最高嘅人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問工作人員咧攞文件填上你嘅意向價，加埋銀行本票，喺11月20號前攞去以下呢個地址，放入去一個分堂雙圈收票箱入邊就得㗎啦。之後咧，出售方咧係會預約中標人咧喺12月5號之前咧就會交10% 嘅訂金，咁餘下嘅90% 咧就會喺2026年嘅3月4號或者之前咧就去交嘅，到時候咧就會移交清晰成個嘅商鋪噶啦，中間咧係會有任何債務嘅牽連啦，或者係有任何嘅不可抗力嘅一啲法律風險，都應該係比較乾淨一啲嘅。如果想知道更詳細嘅內容咧，歡迎大家留言或者問你哋相關相屬嘅代理公司。多謝。